在人生的长河中，微小习惯就像涓涓细流，汇聚起来，最终能形成强大的潮流，改变我们的方向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，通过时间的累积，对个体的生活质量、成就乃至心理状态都产生深远影响。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，微小习惯之所以能够改变大人生，关键在于它们的持续性、渗透性和对个人行为与思维方式的重塑。一、微小习惯的本质与特征。一、微小习惯的易执行性。微小习惯的最大特点在于小而简单。与雄心勃勃的大目标相比，微小习惯如同低矮的门槛，容易迈过。例如，每天读一页书，早起后花1分钟整理床铺，这样的习惯不需要大量时间、精力或意志力。正是由于它们的易执行性，让个体更愿意去开始，并保持稳定的执行频率。二、微小行动的连续性与累积性。微小习惯看似独立，但它们具备强大的累积效应。以每天步行10分钟为例，单独一天的运动量似乎微不足道，但当它形成习惯，几个月甚至几年后，对体能与健康的改变将不容忽视。这种累积的力量能够慢慢改变个体的生活方式，甚至是人生轨迹。三、心理学与习惯的塑造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形成一个习惯需要时间与重复性。根据21天法则和更进一步的研究，建立稳定的习惯大约需要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微小习惯因其简单易行，降低了放弃的可能性，为习惯形成奠定了基础。随着行动逐渐融入生活，它们成为了个体行为模式的一部分。二、微小习惯如何改变人生？一、从原子习惯看人生巨变。詹姆斯·克利尔 （James Clear） 在《原子习惯》中提出，你当下的习惯会决定你未来的样子。微小习惯带来的改变并非瞬间显现，而是透过长期的细微调整，将个体导向不同的未来轨迹。就像一艘船只，哪怕方向偏移1度，远航后也会抵达截然不同的目的地。例如，每天省下1杯咖啡的钱，积累数年后可能成为投资基金的本金；每天专注于技能提升15分钟，几年后可能成为领域内的专家。这些习惯的影响看似遥远，但正是它们改变了人生的大方向。二、从自律到自信的转变。微小习惯的坚持不仅带来具体成果，还能极大增强自信心与自我效能感。完成一个微小的目标会带来心理上的胜利感，进而激发更多行动的动力。每一次成功完成微小目标的经验，都在告诉个体自己是有能力改变的。这种正向回圈帮助人们走出拖延、懒散的状态，培养积极进取的心态。三、生活方式的长期调整。微小习惯在逐渐累积的过程中，往往会引发连锁效应，带动其他领域的改变。例如，一个人养成了每天记录饮食的习惯，可能会更关注自己的健康，进而开始运动，戒掉不良饮食习惯。这些改变不仅是单点的，而是全方位的，最终塑造出一个更健康、更高效的生活方式。三、微小习惯在各领域的应用。一、健康管理从一小步开始。健康是一切事业与幸福的基石，但很多人却因目标过大而难以坚持。微小习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尤为广泛，例如运动，每天只需5分钟的拉伸或步行，便能提高身体的灵活性，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。饮食，每餐多吃1口蔬菜或少吃1块甜点，长期坚持能显著改善饮食结构。睡眠，每天提前5分钟上床睡觉，逐步改善作息时间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改变，长期下来能极大提升生活质量。二、工作与学习点滴成就卓越。在工作与学习领域，微小习惯同样有显著作用。举例来说，提升专业技能，每天学习一个新概念，积累起来便能形成丰富的知识体系。提高工作效率，每次开会前花3分钟列出重点，提高会议质量；下班前花5分钟整理工作计划，能减少第2天的时间浪费。个人成长，每天写50字的日记，能帮助人们反思生活，提升思维能力。这些细小的行为为个人能力与事业成长奠定了基石。三、人际关系细节现真情。人际交往中的微小习惯同样不可忽视。
例如，每天对伴侣说一句感谢的话，能增强感情联系；每周主动联系一位朋友，能维持长久的友谊；与陌生人交谈时多一个微笑，可能打开新的社交机会。人际关系是由无数小事构成的，微小习惯能让我们在人际互动中更真诚、更细心，从而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。4. 微小习惯实践中的挑战与对策。1. 如何应对短期看不到效果的挫败感？微小习惯的影响需要时间来显现，这也是许多人放弃的原因。面对这一挑战，个体需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改变，并学会欣赏过程本身的价值。例如，可以设定小里程碑，当达到一定次数后，给自己一个小奖励，从而保持动力。2. 与惰性做斗争。惰性是微小习惯最大的敌人。为了克服惰性，可以采取行动触发策略，例如将新习惯与已有的习惯绑定。例如，刷牙后进行5次深蹲，或吃饭前记录当日心情，这样的链接能让新习惯更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。3. 环境设计与影响。微小习惯的执行往往受环境影响。例如，将健康零食放在显眼位置，会让人更愿意选择健康的饮食，而将手机放远一点，则有助于降低分心的可能性。合理设计环境能显著提升微小习惯的成功率。5. 微小习惯对人生哲学的启发。微小习惯的成功告诉我们，改变人生并不需要剧烈的行动，而是从每一天的细微之处入手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动，其实暗藏着改变命运的巨大力量。这是一众对人生的全新理解，大方向的改变，往往源于微小的调整。6. 结语：从微小开始，成就非凡。微小习惯或许无法在短时间内带来惊天动地的成果，但正是它们的持续性、累积性和改变思维模式的特性，使其成为人生进步的强大工具。透过这些习惯，我们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，实现长期的自我提升与幸福感的增长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改变并不需要宏伟的起点，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都是决定我们最终能走多远的关键。正如一句话所言，行千里者，始于足下。每一个微小习惯都是改变人生的第一步，而每一次的坚持都为未来铺设了成功的道路。